要處理一個咁大型嘅國際人道危機，作為小小嘅殖民地嘅香港，當然要尋求宗主國英國嘅幫助。但係好不幸，英國喺整個嘅危機當中，俾香港嘅支援其實相當之少。一方面佢唔太願意接收相當數量嘅越南船民，另一方面令香港更加頭痛嘅就係英國極之重視佢嘅最重要盟友美國嘅考慮，而呢個因素亦都令到香港處理有關問題嘅時候雪上加霜。有兩個例子正正反映到英國喺處理香港問題上面嘅態度。第一個就係1975年5月4日，呢一日咧，本來香港人好值得高興嘅，因為係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同皇夫菲臘親王訪港嘅日子。但係與此同時，喺香港嘅海港出現咗一隻丹麥遊船馬士基號，上邊載有3750個越南難民。香港當時嘅態度係以一個人道主義嘅態度去處理所有嘅船上嘅越南人，容許佢哋首先上岸，然後再作處理。當然與此同時，佢哋會要求倫敦嘅幫忙。但係好不幸，其實喺70年代，英國本身亦都有一個強烈嘅反移民嘅心態。呢個有一個歷史嘅原因，因為喺二次大戰之後，各個殖民地陸陸續續獨立之後，而特別喺東非嘅國家裏邊咧，例如肯亞、烏干達等咧，係大量去排斥原本嚟自英國其他殖民地嘅移民，要將佢哋驅逐出國。咁所以當時亦都令到英國承受一個好大嘅移民潮。喺咁嘅背景之下，英國自然好唔願意抽取更多嘅資源去支援香港。咁所以喺呢個問題上邊，英國同香港係出現咗好多爭拗。但係無論香港政府幾努力都好，結果英國俾香港嘅支援其實相當之少。例如喺金錢上邊，英國只係願意承擔大概50萬嘅港幣嘅支持，但係同時間香港政府所承受嘅財政負擔咧，其實超過400萬嘅港幣。當時英國嘅態度就係話，有少少譏諷嘅態度，就話香港其實係一個相當發達嘅地方，我哋僅有嘅資源唔應該去支援一個已經係相當富足嘅地方。而更加重要嘅就係喺頭先提及過嘅3750個越南人之中，英國最終其實只係接收咗150人。咁所以可以睇到，從呢個第一個重要嘅事例裏邊見到咧，我哋見到英國政府對香港支持呢個或者處理呢個越南船民嘅危機裏邊咧，其實係相當少嘅支援。第二個例子係1976年7月6日，當時有另一隻貨船進入香港水域，一隻緬甸嘅貨船，原本係行程最終點係日本，但係途中預計會喺香港卸貨，但好不幸船上亦都載有99名越南人。香港政府吸取咗上一次馬士基號嘅教訓，就拒絕容許呢一班人登岸，因為佢驚重蹈覆轍，就係話呢班人會滯留咗喺香港。倫敦嘅態度原本係支持香港政府呢個決定嘅，但係直至美國政府嘅介入。美國政府其實當時已經有一個好清晰嘅圖像，點樣去處理呢個國際人道危機。佢甚至同東南亞某啲國家已經租借到某一啲嘅島嶼，去成立一個所謂嘅特別處理中心。意思就係話，所有呢啲船民首先送去呢啲亞洲地區嘅島嶼裏邊，首先進行甄別，合格嘅先要進入美國政府、美國嘅國土裏邊。咁所以佢期望一個國際嘅分工，就係美國可能作為最大嘅接收地點，但係亞洲地區就要承擔作為一個第一收容港嘅責任。而喺佢嘅藍圖裏邊，香港就係被賦予呢個角色。咁所以佢哋千方百計威逼利誘，要香港政府首先俾呢班越南人上岸，然後先進行甄別。佢哋甚至係當時嘅香港美國使館人咧，甚至願意乘咗直升機登上呢個船上邊，初步進行甄別。佢哋都承諾就係話呢99人咧，最終好大可能咧，美國會全部接收。不過有一個好重要條件就係話，佢哋需要進行進一步嘅考證手續，進一步去詳細研究每一個越南人嘅資格。但係呢啲手續全部要佢哋上咗岸先可以做。香港政府自然對美國呢個咁嘅態度相當不滿。
與此同時，佢哋都尋求日本方面嘅配合，因為呢隻船本來嘅終點站就係日本，咁所以香港政府一嘗試同日本政府去磋商，希望佢哋願意接收呢班越南人。出乎意料之外，日本政府最終係願意接收呢班人，咁所以香港政府其實喜出望外，準備馬上將呢個船開往日本。但係當美國政府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就勃然大怒，因為對佢哋嚟講，香港如果唔願意接收呢班人嘅話，其實係打亂咗佢所謂國際分工，香港作為第一收容港嘅構思。咁所以當佢哋知道呢個消息之後，當然相當憤怒啦。結果倫敦喺美國嘅壓力之下，明確指示殖民地政府要將遊船留喺原地，而所有99個越南人最後亦都喺香港登陸。從呢事例睇到咧，即係英國所謂嘅人道主義國際責任咧，好大程度上係外判咗俾香港，要香港承受咗相關嘅壓力同埋責任。